好話咁快，第三場第二場單打已經開始咗啦。比分已經去到4-2嘅，因為協恩領先嘅。接發球都係有待好重，接發球完全弱勢，睇嚟呢個係協恩主力。好重旋轉嘅接發球，睇嚟冇得打，因為對方發球就旋轉力強，好重。第二回方有就落網啦。都有一段距離啊，8-4，睇下點啊？敢於起反喎，睇下追唔追得翻兩球啦？對方連失幾球喎，睇下會唔會尾局又發翻力，好似之前嗰兩個咁啦。都係受制於對方嘅發球。哎呀！呢個餐屎波俾對方救翻。要講拉屎1分喎。11-6，第一局就比較直接啲。呢場好似實力上有少少差距。頭嗰兩場第一局對住對方雙打同埋即係非主力咧，都第一局有啲機會爆冷嘅，但係把握唔到嘅，最後俾人攞翻。咁而家第三場嘅第二場單打，對方睇嚟係主力咧，就處於下風嘅，一開波已經。而家就第二盤如果輸咗呢，就呢場比賽結束㗎啦。好，開始啦，即刻！對方開波就有啲板斧，好重符。但係今次接到啊兩球都，跟住對方接唔翻，即係可以把握對方開局唔順，3-0，追翻一局啦。因為之前嗰兩局都係輸2-0啊。對方自殺，今局好唔順喎，對方唔好心急啦，博佢失誤好過啦。好，回翻個，呢啲又係冇急，相持又有啲板斧拉到咁開，你又回到，自己大好優勢已經又變翻做4-4。呢一個好重嘅弧圈啊，反超前嘅對方。呢個5-5，對手呢局就唔係好順㗎啦，但係都自己都有幾球心急。所以而家5-5就由頭嚟過。呢啲支一打完添啦，即係高一皮。3場直落已經搞掂，人都走埋，去食飯先啦。
而家我哋第二場睇下有冇機會追翻一局啊！第二場單打好重旋轉啦。哎呀，好多時都差咗落網啊！8-6，冇啦，連輸3分，已經成為一個 pattern 啦。即係到尾局嘅時候就會好易輸幾分俾人攞分啊！而家好關鍵啊，9-7，如果唔去到10咧，都仲有啲機會。如果去到10咧，就難搞啲啦。哎呀，邊球對方又會打得咁靚嘅，睇嚟就好難扭轉敗局。唉，冇啊，自己撩埋出界，11-7結束。咁啊，第二場比賽都結束，第3場比賽就要等到11:09啊。